好多女仔咧都會關心點樣可以保養得好啲嘅，尤其到咗40歲開始啦，身體會出現一啲微妙嘅變化。如果想留住青春，幫年齡定格嘅話咧，就要請教專業人士啦。今日我身邊咧就有鄭一韻醫師喺度嘅，一醫師你好。Hello， 你好啊，天怡。要請教一下你啦，其實咧即係喺中醫角度嚟講咧，女士咧有冇話去到幾多歲就為之開始衰老啊？咁中醫角度咧就會認為咧，女士喺35歲左右咧就會係開始出現衰老嘅現象啦。例如頭髮啊或者面色嗰方面咧都會見到噶啦。咁每7年咧就係一個生理週期啦。到49歲嘅時候咧，腎精就衰竭，就開始進入更年期噶啦。咁呢個情況咧就會明顯感受到自己嘅身體功能咧就會下降好多。係啦，咁呢個咧喺中醫角度嚟講咧，就係一個生命嘅根本嚟嘅，係啦，咁係代表腎精衰竭咗，咁所以咧就需要用一啲調補肝腎嘅方式咧，去令到自己可以延緩衰老啦。係，你話49歲左右就會開始踏入呢個更年期啦。咁其實更年期咧有冇一啲即係明顯嘅症狀？因為女士咧察覺自己可能主要就係經期方面，可能個量會少咗啊，或者唔準啊。咁但係除咗月經以外，有啲乜嘢症狀我哋都可以留意下咧？有一啲比較明顯啲嘅特徵嘅，就係例如可能會有潮熱啦、盜汗啦，係啦，或者瞓得唔係幾好啦，有失眠嘅情況啦，甚至乎有啲會有全身嘅關節痛嘅。其實都幾影響日常生活嘅，即係例如你好大汗啊，或者心情好煩躁啊。咁喺中醫嘅角度，有冇方法或者治療可以預防更年期嘅症狀咧？例如我哋可以攝取多啲鈣質啦，或者係豆製類嘅食物啦，亦都可以吸收下啲維他命 D 或者係 B 雜。咁另外就要食少啲生冷嘢啦。咁同埋我哋可以配合一啲規律嘅慢性運動，例如係瑜伽啊、散步啊、冥想啊呢啲，係啦。咁我哋做完呢一啲之後咧，如果你仍然覺得個症狀係比較明顯嘅，咁就可以先諮詢下醫師啦，然後睇下要唔要配合一啲中醫嘅治療啊，而且去再 check 一 check 個荷爾蒙嘅水平啦。係啦，咁其實最關鍵咧都係要有一個均衡嘅飲食同埋。